自从2024年11月21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万境各路上主作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但以理书第4章第1到37节。尼布甲尼撒王对全国人民，无论因属倒一个民族、倒一个邦国，因为伊的所做拢是信实，伊的道路正直，行为骄傲的，伊甲因降做卑微。我乐意将至高上帝对我所做的新约奇事甲恁讲。伊的新约非常伟大，伊的奇事真有气力，伊的国度永远存在，伊的统治续到万代。我尼布甲尼撒平安住伫我的厝，伫王宫享受荣华富贵。我做一个梦，互我真惊吓。我伫眠床顶的幻想，甲头壳内的异象，互我感觉真恐怖。我有召集巴比伦所有智慧的人，拢来我遮，爱因甲我解梦。这个术士兼法术的星象家占卜的正宫，我当面甲迄个梦甲因讲，毋过因拢袂晓甲我解说迄个梦的意思。最后，我照我的神明的名，甲伊号做必地沙撒的但以理来我遮。伊有至圣神明的神伫伊的内面。我将梦甲伊讲。管理有智慧的人的必地沙撒，我知你内面有至圣神明的神，无一项奥秘会当甲你为难。请你将我伫眠梦中看到的异象，甲我解说。我伫困的时看到的异象是安尼：我看到大地的中央出现一丛非常大丛的树，迄丛树哪大丛哪粗养，悬甲拄天，天边海角拢看袂到。伊奇巧茂盛，果子真多，多甲有够通做所有动物的食物。田野的走兽来伊的树院歇困，白鸟来歇伫伊的树窝，所有的生物拢对即丛树得到食物。我倒伫眠床还伫看即个异象的时，看到一位圣的守望者对天落来，伊大声喊讲，将迄丛树抄起来，甲树窝斩断，甲树叶摇雨落了，甲果子也歇杀，甲走兽赶离开树骹，互白鸟袂当过来歇伫树基。毋过，着甲树头留伫地面，用铁甲虫的链仔甲伊捆伫野外青草的中间。着甲即个人放伫野外，互露水冻，互伊甲野外的走兽共款食青草，互伊的心改变做野兽的心，安尼经过7年久。这是迄几个守望者宣布的裁决，是这个圣者宣布的决定，要互世间人拢知，至高者伫掌管即世间的国家。伊要将国赐互什么人，就互迄个人。伊袂当选立世间上卑微的人管理国家。尼布甲尼撒王阁讲：这是我做的梦，必地沙撒，请甲我解说即个梦的意思。我的国家所有智慧的人，只有你会当甲我解梦，因为你内面有至圣神明的神。迄阵叫做必地沙撒的但以理硬一时仔久，伊想到的代志，互伊真
恐慌，王甲伊讲：彼个沙撒，你毋免因为迄个梦甲伊的意思心艰苦。彼个沙撒应王讲：皇上，愿即个梦实现伫怨恨你的人，应验伫你的对得。你看到迄丛大樟树，伊愈来愈大丛，愈养，悬甲拄天，对天边海角拢会当看到。树叶茂盛，果子真多，多甲有够通互所有动物做食物。田野的走兽拢来歇伫伊的远，白鸟拢来歇伫伊的枝。皇上，迄丛愈来愈大丛、愈养的大樟树就是你。你已经大搁强，你的权力已经称到天，你统治的范围已经达到地的尽头。皇上，你所看到对天落来，迄个神圣的守望者，伊有讲：甲迄丛树撮起来，甲伊毁掉，甘单着甲树头留伫地呢，用铁甲铜的链仔甲伊捆伫野外青草的中间，着甲这人放伫野外，互露水冻，互伊甲野外的走兽共款食青草，安尼经过7年久。皇上，这梦会发生伫我的主、我的王身上，是出自至高者的决定。你会受赶离开人群，去甲野外的走兽做伙住，亲像牛食草，互露水冻，安尼经过7年久。直到你承认至高者在掌管世间的国家，伊要将国赐互甚物人，就互迄个人。关系树头着留地的命令，是要等你承认天在掌管全世界。到迄时，你的国就会搁交互你。皇上，求你接受我的苦劝，着秉公行义，离开你的罪，慈悲对待善车人，脱离你的歹所行，安尼你就会久长繁荣。这事拢伫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实现。1年后有一日，伊伫巴比伦王宫的厝顶伫散步。伊讲：这大巴比伦的京城，敢毋是我用我伟大的才能建造的，为当彰显我的荣光。话讲还袂了，就有一个声对天传出来，讲：尼布甲尼撒王，我甲你讲，你袂当搁做王啦！你要互人赶离开人群，去甲野外的走兽做伙住，亲像牛食草，安尼经过7年久。直到你承认至高者在掌管世间的国，伊要将国赐互甚物人，就互迄个人。这事随时伫尼布甲尼撒身上实现，伊受赶离开人群，亲像牛食草，互露水冻。伊的头毛长甲亲像鹰鸟的毛，指甲发甲亲像鹰鸟的鸟。7年到啦，我尼布甲尼撒举头望天，我的精神恢复正常，就称赞至高者。而了这位尊荣永远存在的上帝，伊的统治永远存在，伊的国续到万代。对伊来看，世间人拢是空虚，伫天顶万军甲地上自民中间，伊照伊的旨意做代志，无人会当阻挡伊，也是质问伊：你伫创啥？迄时，我的精神恢复，我的尊严甲荣光嘛恢复，我的国搁再昌盛。
参谋甲人神，搁来拥护我，我重建我的国，得到比以前搁较大的权柄。当我尼布甲尼撒要称赞、尊崇，将荣光归乎天顶的王，因为伊的所做拢是信实，伊的道路正直，行为骄傲的，伊甲因降做卑微。万境甲路上主作为，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二个梦出现，规个帝国的智囊团拢无法度解梦，但你用信仰的智慧甲洞见解脱万境，这显示占卜、星象也是算命，拢毋是最终的解答。尼布甲尼撒王应当是当时上有权势的人之一，总是虽然是拥有地上极大权力甲财富的人，伫面对上主的作为的时，相款束手无策。当万境闹热悬念，伊搁较着急想要解决伫万境内的这个议题，就算身为外邦人，伊也不得不承认上主的权能。事实中的万境相款摇咱摸袂着头绪，不过这术士却呈现另外一条趣味的路线，透过万境认捌上主。尼布甲尼撒王极有可能是一个占卜冷血的统治者，会为着权势迫害毋听话的人，为着资源来掠夺无辜的人。但你照着这个梦，看到王爱秉持公义、人民善请人，对于手握权力的人来讲，这无疑乎是极为困难的代志。一旦放手，表示家己可能会沦为弱者出在人宰割，因为安尼为着要维护手中拥有的一切，就必须实行无公义的统治，剥削别人，掌握社会、经济甲军事的力量。万境甲路上主的作为，伊予尼布甲尼撒王经历亲像受流放的生活，亲像残风露宿的流浪汉，甲王宫的奢华享受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也就是讲，上帝予尼布甲尼撒王食着大的苦头，经历受苦的经验，也产生同理和怜悯的心。这也予尼布甲尼撒王会当开始认捌上主。这段的叙事照着外邦人的喙，在宣扬上主的伟大。这也提醒咱基督徒，当咱抓做家己有够认捌上主，因为安尼有优越感的时，圣经总是会轻轻讲到外邦人有时阵比咱这个做信徒的搁较敬畏上主。有一寡人会照着万境宣称家己得到上主的指示，实际上可能一丝都无认捌上主，只是妄称上主的名，用信仰的名目来砍家己的欲望。上主会用万境甲路附加，互人无所遁形。真正认捌上主，是甲关怀困苦善车人画上等号。古约学者布鲁格曼也有讲，对厝边的关注本身就是咧体会上主、揽抱上主。万境是上主临在的一种方式，这并不是抽象的议题，是彰显上主的作为。推翻无公义，带来讨棒，唤醒人内在
听厝边的精神。若咱嘴里咧讲上主的荣耀，安尼就会当体会出听上主是爱照着听厝边来表达出来。默想，梦境会褪去咱的伪装，互咱会当伫梦里用真实的自我甲上主相遇。我是毋是捌伫梦境看见上主的作为？是毋是捌对梦境的中间意识到自我需要调整的部分？梦境会褪去咱的伪装，互咱会当伫梦里用真实的自我甲上主相遇。我是毋是捌伫梦境中看见上主的作为？是毋是捌对梦境中意识到自我需要调整的部分？咱做伙来祈祷，甲人同行的上主，愿你照着我的梦境彰显你的作为，互我伫梦境中也当听见你对我讲话，调整我的性命，会当有基督的样式，对厝边时常持有怜悯的心，会晓伫信仰中间用听厝边展现对你的忠心甲疼心。愿你帮助我，伫梦境里遇见你，得到喜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